喺俄羅斯用2分鐘可以做到啲乜？答案就係由地面搭電梯落去地底，然後搭地鐵啊！呢度嘅地鐵站真係超級深啊！因為當年設計地鐵站嘅時候，部分車站要設計埋做防空洞，所以會起得特別深。扶手電梯自然又長又高，由地面搭到落去車站真係要成2分鐘先得㗎。話就話係設計埋做防空洞，但落到去之後就會發現呢啲地鐵站根本就係皇宮級別啊！有啲車站簡直成個歐洲宮殿咁，仲有雕花裝飾同埋水晶吊燈，完全可以用金碧輝煌嚟形容。仲有啲係大理石、圓柱加雕塑，見到呢啲古典歐式建築設計咧，真係唔敢相信自己只係喺地鐵站等緊車。想行藝術館，搭去隔離站，閘都唔使出咧，就可以欣賞到大幅馬賽克壁畫。呢啲壁畫咧記錄住歷史故事，真係搭個車都學到嘢啊！我哋就當然睇到哇哇聲啦，但對當地人嚟講，呢啲靚到爆嘅地鐵站，只係佢哋每日返工放工經過嘅普通車站。所以下次嚟俄羅斯，除咗紅場同聖巴索大教堂，記得留一日做地鐵站 tour。唔知我哋啲地鐵幾時可以靚成咁呢？如果可以咁靚嘅話，我每日返工放工都一定好有動力啊！但係要搭成2分鐘電梯就不了，返工都講。